见证一贯道真理真天命真啊！你看那鬼魂呢，2000多年前的，算东汉那个时期的，还受奴仆的了。对那个女主人，常常念他讲他，要求他，那就心怀不满怨恨了。死后你看那做鬼，不能转世做人。那女主人呢，投胎转世，转世以后呢，竟然就附在他主人的身上，让那主人痛苦。你看人家主人后来都求道，成为一贯道亲了，还破坏那主人，身体健康了，家庭了幸福美满了，完了家人都搞得身体都坏掉了，那家庭人际关系都不好了。你看，阻碍人家去佛堂听道理了。你看，这都是要害大家不信一贯道。你看，但是你看人家那个有好女好主人还是坚定信念呢，坚定信念修道了。你看，说人教不了鬼魂，就到佛堂去，然后让仙火来教育鬼魂。鬼魂前世是女仆人，东汉时代2000多年前，女仆人，那仆人当然会受到主人的这样要求，念，又没有责骂又没有打他说的那个恨呢是念的。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女主人没有指示后代，然后把钱财都给了这个仆人，那仆人有拿去做善事，得到称赞，但是他都不知道要感谢他的女主人。你看人为什么会这样？哎呀，然后那个时候嗔恨心你看那个恨的心不满的心那么可怕，害他都没有办法转世做人。然后看人家主人都学道修道，将来能够超生了死，你看他就要破坏，把身体搞坏，把那个把一贯道的这种形象破坏。你看那个人很难跟鬼这样沟通了，说要到佛堂让仙火来帮忙教育。你看被济公活活用棍子打，你看济公活活会用棍子打鬼魂，你看打是要消他的业，消他的罪将来要让他听话去帮忙助道了，然后有功德，然后让他能够转世做人，然后将来能够求道，能够超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证明一贯道真理真天命真天道的宝贵殊胜，要大家都赶快求道，要修道，帮助九贤七祖将来都能够沾光。你看他一直成道，九贤七祖尽超生要坚定信念修办道功德回向那个罪魂那个林美珠这样让他能够早
早日能够投胎转世做人，然后尽早能够求得一贯道。这文字那个讲到2000多年前是周朝不对，2022现在2022年扣掉2400，那还剩下22，那就是汉朝初年，东汉初年，应该说东汉时代了。东汉时代吗？你看西汉末年到后来有王莽篡汉呢，然后东汉光武帝刘秀才灭那个王莽的朝代的。东汉光武帝刘秀，是民国初，不是公元几年那个时候。